阿摩司書1章2節，他說：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，從耶路撒冷發聲，牧人的草場要悲哀，迦密的山頂要枯乾。喺阿摩司書1章2節，耶和華講到嘅信息就係佢要吼叫發聲。錫安同耶路撒冷係一個對比，吼叫同發聲係一個對比。呢種吼叫嘅形容喺3章8節裏邊係形容為獅子嘅吼叫，震懾人心，令人畏懼。原來獅子嘅吼叫可以達到114分貝，非常大聲，甚至乎喺4英里以外嘅動物都會因為驚嚇而唔敢立亂嘅喐動。既然如此，人聽到獅子吼叫聲，亦都一樣而戰鬥。主耶和華嘅吼叫係因為人嘅罪，主耶和華嘅發聲係因為人嘅背棄。喺跟住落嚟嘅經文將會再一次去分享到點解上帝要吼叫同發聲。有趣嘅係牧人點解會悲哀，而迦密山頂要枯乾，亦都係一對對偶，牧人嘅草場同迦密嘅山頂，悲哀同枯乾係有着連帶關係。原來迦密山頂本來係一個好潤澤嘅地方，天然嘅露水滋潤大地，使草生長豐富。羊就因為牧羊人帶到去呢一個地方有草得吃，自然羊亦都可以好豐足。當上帝不再降下露水嘅時候，耶和華嗰個嘅山頂迦密山頂就變得枯乾，而且因為呢種枯乾令到羊冇草食，牧羊人見到羊冇草食又消瘦嘅時候，好自然就會產生嗰份嘅悲哀。人嘅罪何等可怕！其實喺我哋嘅生命裏邊，有冇因為一啲嘅罪，令到裏邊都變得枯乾，好難去滋潤自己嘅生命呢？